人在江湖飘啊，哪有不挨刀啊？死都砍死你！我是好样的。好，来下一个。人在江湖飘啊，哪有不挨刀啊？两刀砍死你，一刀砍死你！哇，你不行哎！到你了，来了啊，来了。人在江湖飘啊，哪有不挨刀啊？三刀砍死你！啊！你庄主你也不行啊！快点。哎，你慢点，又没人跟你抢。可惜。来，还给他倒呢，说胡话了都。倒酒也不让倒。龙帮主，你能不能改一改你这一身江湖气息？我改什么？少了点女人味儿。女人味儿？女人味儿？杜小仙那样？倒也不是，至少咱们还可以互为知己。你那种女人味儿，有杜小仙一人足够，不少我一个。你要是缺那些呢，多往我五云阁走走，那些莺莺燕燕的姑子们，什么味道都有。不是这个意思。还有懂，再喝一杯，敬我们一起完成的大大小小。我下九流呢，不缺买卖，虽比不上你们新思路的大，但靠力气讨生活也是绰绰有余。如今既然女儿图已经完成了，咱们那个青龙号就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项目。好了，好，来，来，够了，干，散伙。啊？怎么算我？这江湖人讲究快意恩仇，你要的我没有，我要的你没有，不散伙还赖在一起干嘛？疯了，放开！放开！你不就又跑了？你放开，别人都看着你。不怕看。今天我就要把心里话说出来。我，李清流，不准你龙傲一离开我。你才跟我学经商几天啊，就深得精髓，这样我就更不能放你走了。咱俩搭档，把银城商贾这些猫猫狗狗杀个片甲不留。喝多了吧你？酒品越来越差。你们说是吧？是啊。是，快！来，喝不死人的，来，喝吧啊！哎，这喝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喝，多喝点。好，青龙号怎么样？在你名字里取青，在我名字里取龙。好名字。行，我答应你，用我的青龙号干死那些不仁不义、走狗奸商。来干！干！